天哪！拜拜。哎，所以你跟你男朋友应该没了啦。是哦？哎，他该不会跑到这里来闹你吧？不会啦。我看你最好找一个人来接送你。有啊，我有个朋友要来接我。新对象，哇塞，这么快哦！不是啦，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。谁啊？我看过吗？哎，帅不帅？帅不帅？你不认识？干嘛装什么神秘？好啦，有人可以来载你就好了，不然你那个男朋友真的太恐怖。走吧。天哪！树哥，谢谢。谢什么？哦，志忠，你今晚上不要喝太多哦。喝。你有喝吗？有，整杯都喝了。谢谢树哥，你不要再谢了。树哥，来，从这边每人一杯来。下一下。哎，不是吧？一穷就美哦，你来，那再罚一杯。你说让我帮他喝？哎，蒋哥，你这很不应该。你今天晚上眼里就只有贝安，对不对？哪有啊？没有吗？好，那我问你哦，今天坐在你左边的女生，等一下，先不要，等一下，左边女生叫什么名字？不可以看，叫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先看一眼。好，回来，还有什么？不能偷看。什么？是炫吗？确定你自己看。我是炫。卡丘啊！等，你说他是谁？你说是卡丘吗？你确定是卡丘吗？你看。卡丘。干什么？什么？他每次这个时候，他就会拖完他会全部拖吗？可以吗？真的是，算。谢谢。应该不会喝醉。那你刚才硬。是面子问题啊！你对女生都这么好，你说呢？谁知道？我看起来真的有这么滑？就是很危险的那种。你没听过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完了，真的很醉。那走了吗？看不出我快走。那你拖好，你拖快，你拖。什么问题？那我就一起送你回去啊。行啊，你后面多久人家开车？我是说我叫车，我先车你，然后我再回家。这样很远。差啦，真的。跟你说，今天的对。
你要走了？哦，对啊。本来想说我们还可以去吃点东西的。哈？没关系，不用了，可能会有点来不及。那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那到了传简讯给我，总可以吧？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。大家不要太晚回家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。哎，炫，你等一下要干嘛吗？我等一下还要去练别的舞哎。哦，那算了，没关系。怎么了？没有啦，我本来想要去阿明家拿东西，可是我不想一个人去。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哎。没关系，你去忙，没关系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贝安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一起，拜拜。刚干嘛这样？你等一下有工作吗？有啊，就蒋哥那边啊，他帮我接了一个活动，等一下要去对脚本。哎呦，现在是……不要乱讲啦，反正你迟早会跟我说的啦。大叔哥，潘潘已经走了。我知道，那你来干嘛？我不是来找他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帮你追潘潘啊？要我帮你转交给潘潘？你刚刚不是自己拿给他啊？这是我要送给你的。你是想讨好我吗？你收下就是。哎，你有宿醉吗？还好。你们年轻人啊，就是新陈代谢比较好，哪像我。哎，昨天啊，我的奖稿呢？谢谢。我以为大叔讲话比较干脆，干嘛吐吐吐？那好，那我就把我心里话跟你讲。我觉得很可能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让你觉得我们之间不只是朋友。我把你当朋友啊。我知道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就是发我好人卡嘛。好人卡是什么？好人卡就是呢，你对他没感觉，却想继续跟他当朋友，所以心中呢就颁一个他是好人，但不会是我女人。我觉得这个解释不是太贴切，跟我的心情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我也希望我们之间可以永远都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因为我觉得你非常可爱，而且最重要的是盼盼她也是无辜的。干嘛啊？盼盼又给你打小报告啊？没有，她根本不知道我今天来这里跟你讲这些的。好啦，随便啦。这什么？一幅画。画？该不会是你亲笔画的吧？就是我亲笔画，就是我本人画的。我送你画的意思就像当年丰子恺送画给苏步青是一样的。啊？丰什么恺？你可以讲我听得懂你的语言吗？丰子恺啊，
不是那个疯子，是民国初年的一个很有名的漫画家，他叫丰子恺。他有一次画了一幅同游灯下读书图给他最好的朋友苏步青，表示他们两个之间友谊长存。这是一件很天哪，这该不会是国画吧？我可不要挂什么花鸟啊什么的。什么花鸟？你赶快打开来看吧，快点。这是我哎，你从来没有收过这种礼物哎。我画这幅画是想要提醒你，也想告诉你，你笑起来的时候真的很美，而且最重要的，你笑的那一刻是你最美的时候。好啦，我知道我被发好人卡了，那你可以继续当我的好朋友兼好长辈吗？朋友有难呢，两肋插刀，绝对没问题的。当你的好朋友，我很乐意。至于什么长辈的话，免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哦，盼盼是个好女孩，你可不要欺负她。我知道。